大家平安。愿上帝稳定甲咱做伙伫地，这是咱来吟唱伫早起时做伙要吟唱的圣诗，圣诗第132首。真侪人讲这是真侪人对细汉就吟大汉的曲调甲歌词，所以咱吟的时阵，咱来回想咱第一遍听的这条歌，或是检测咱中间有第一遍伫咱中间做伙吟的，咱来知这是一个信仰告别的歌，因为咱告别讲主耶稣听咱，来做伙来吟第一节就好吼，来。耶稣听我在变，因为记载的先见，细汉因那虽软弱，耶稣会听小命命，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主耶稣听我，有记载的圣经。好，这个歌词第一节的歌词小可有改变，这个我的罪过随软者，耶稣会听小命命。好，这个是小可甲咱传统的歌词有点仔改变吼。这是咱来献开圣诗第520首。这是台湾的前辈牧师陆先春牧师所写的词以及曲。透过这首歌，其实这是真传统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信仰告别。咱也透过安尼来向上帝来求讨，所以上尾唱了会吟阿门，因为这是一条祈祷的歌吼，来做伙来吟预备来。一生的天父，求你阿乐听，我历史诚心。假使愿三听，温柔个谦卑，热情那个天，那日后客机，听人亲像你。请咱陪伴咱的心，想时我也跟在场或许第一次参与台语礼拜的弟兄姐妹，待会我会预备一些华语稿，所以待会如果讲到的时候，我会请他们把华语稿放在我们当中。咱今仔日礼拜也有一个部分真特别，就是咱等一下会做伙来找牵对今仔日开始，伫咱教会所要举办的夏令营的同工，学几学校的同工，所以因今仔日有10几个。在咱中间，总是，对我担心你们听不太懂台语哈，可能，妨碍你们进入礼拜，所以我有预备了一些华语稿，待会会给你们哈。那愿上帝恩典慈悲，就甲咱做伙伫地，请咱陪伴咱的心。
宣调，恁着学罗耶和华，着伫上帝圣所学罗伊，着伫伊权能的强枪学罗伊，着因为伊大权能行做学罗伊，照伊美妙的权大学罗伊，请咱来吟圣诗，学罗上帝圣诗第132首。耶稣听我知名，请起立。请咱用许多圣经来告别咱的信仰，请。我是上帝全能的地，创造天地主宰。我信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塞西鲁玛利亚出世，伫本着彼拉多前来受苦，定是日的死埋葬落阴府。第三日对世人中叫我上天，当坐伫全能的地上帝大平，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信圣神，圣国公的教会，圣道的上通，罪赦免，肉体叫我永远的活命。阿门。阿门。请坐。这是咱来读启示文第29篇。行为无通指责，这款人真有福气，听叹上主的教示。这款人真有福气，少年人着安怎互生活纯洁？上主啊，我要专心找求你。我将你的话藏伫心内，求你开我的目睭，
我的心悲伤到要碎去。求你，互我无行虚假的道路。求你，互我袂意爱虚假。伫患难中，我得到安慰。我受管教，对我有利益。我若毋是意爱你的律法，我实在真意爱你的律法。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你的话一个解说就发出光。你的公义线到永远。请咱做伙来祈祷。亲爱的天父上帝，阮感谢你，你的恩典疼痛，保守阮伫一礼拜的平安，互阮搁一摆来到你的圣殿，阮要来敬拜你、学罗你。阮咧跑走天路的时，阮的心内常常会有骄傲败坏的心志，无谦卑、无有圣洁的思想，亲像失迷的羊，失去方向，偏离正路。阮恳求天父赦免阮一切的罪过，就着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清阮的罪过。阮也感谢天父恩典满满伫阮的教会。明年教会要庆祝140周年，阮恳求圣神大大充满灌压伫阮的牧师、长职、同工兄弟姊妹身上，毋是做教导，毋是做会友，是做门徒，互通教会会当成做传福音的教会。来抢救侪侪失丧的灵魂，并且互教会伫即个地区成做颂扬人的帮站甲好处边。阮恳求主你开阮的目睭，互阮搁较明捌你，搁较听你，遵行你的旨意，做主你欢喜的囝儿。天父你的意念道路，关过阮的意念甲道路。恳求圣神帮助阮，搁较谦卑来服侍，顺服圣神的引带，伫生活中活出主你的公义、信实、怜悯来迎神益人。也愿阮的教会所做的事工，会当合乎天父的心意。天父，你是阮的救主，阮的石盘，阮的盾牌，阮要坚心倚靠你。恳求天父施恩怜悯，医治有病痛兄弟。主你使因有信心来牵调伫你，仰望你，感谢你，因为天父是阮患难中随时的帮站。主，我要感谢你，学罗你。这时，阮也要为着过来这礼拜伫教会要举行的夏季学校，恳求圣神来保守带领。阮即时也恳求你的圣神保守阮今仔日的聚会，主你圣神保守阮牧师的正道，也恳求圣神安静阮的心，会使领受对天顶来的绵羊。阮感谢天父上帝听阮的祈祷，奉耶稣基督圣尊名来祈求，阿免。圣经今仔是创世纪第29章15节到30节。创世纪第29章15节到30节。拉班甲雅各讲：咱虽然是亲情，我若通互你白白甲我做工，你就甲我讲，我就互你偌济工钱。拉班有2个查某囝。大个叫利亚，小叫雷吉。利亚目睭水，雷吉身材好，
生做水。雅各爱雷吉，就讲：我愿意为着你的细汉查某囝雷吉做工7年。拉班讲：甲伊嫁互你，比嫁互别人较好。你甲我大。雅各就为雷吉甲拉班做工7年，因为深深爱伊。7年敢若亲像几日啊！雅各对拉班讲：7年满了，请你将我的某互我通甲伊结婚。拉班办倒，请迄所在的人。到日暗，拉班将伊的查某囝利亚送来互雅各，伊就甲利亚同房。拉班将伊的女婢设拍，互伊的查某囝利亚做女婢。到天光，雅各一看到是利亚，就对拉班讲：你哪会安尼对待我？我甲你做工，兼毋是为着累积，你是安怎欺骗我？拉班讲：也未计大个，先计细个，伫阮遮无一个例。你甲利亚7日的喜事了后，我就将累积嫁互你。毋过你着搁甲我做工7年。雅各就照安尼做。伊甲利亚做伙7日了后，拉班就将伊的查某囝雷吉互雅各做某。拉班将伊的女婢撇落，互雷吉做女婢。雅各嘛甲雷吉同房，伊较疼雷吉，就甲伊拉班做工7年。以上愿上帝祝福听伊话去行的人，下面。圣歌对面的献诗，永恒慈爱真光。长安公园那些大
正道，这是咱请夫人牧师，今仔题目是正道的题目是骗中骗啊，请牧师。大家平安。愿上帝恩典甲咱做伙伫地。咱今仔日绝对毋是互人骗来到遮吼，总是上帝恩典教业咱用，所以咱今仔日特别伫咱座位顶头有大概10几位的青年朋友，因对今仔日开始就要来引传伫咱教会，就是伫这个所在吼，咱坐这个所在刷落来。就会变做囡仔，即礼拜内底囡仔一只走丛，青年人一只花的所在。所以咱等一下嘛，求上帝特别怜悯也固守，互咱即个所在，互咱的教会真正诚做见证上帝听，荣耀上帝圣名的所在。所以这时我要邀请你，头前后壁的人，特别是你第一遍看见你的人，甲伊拍招呼。欢迎伊哦！大家讲平安，平安，平安，欢迎你们在我们当中哈。这是咱做伙来祈祷，祝你人民馆财管会软弱，财管会欠缺，因为安尼。你也想使阮，互阮会当互相相听。求上帝圣神就甲阮做伙伫地，帮助阮透过你的话语听见上帝你要阮所讲的。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满天过海，这是一出台湾翻译。2001年的电影，英文会当讲是 Oceans 11。大陆来犯罪11个罗汉。故事这个电影的故事是集合11位真高达款技术的贼仔去偷拉斯维加斯。的教场内底的现金，所以2001年这出电影上演的时阵，得到真多的好评。我相信可能咱中间嘛有真侪人有看过。事实上，那2001年到现在已经是老电影。事实上，后来佫拍几出的连续剧，亲像这电影亲像连续剧共款哦。那卖了好的，佫继续拍吼。这个，咱若看美国所出产的这个电影，一定真罗曼蒂克，还是真看起来，电影顶头看起来安尼真厉害吼，真好。贼仔总是现实内底的诈骗集团，其实是互人真厌恶，常时所做的也是犯法。咱时常拢会当伫咱的新闻，也是报纸媒体内底，就看到伫倒大哥掠着一团诈骗集团，总是假使若无法律进前咧，这个用骗的会当得到一时的利益，总是倒有法度得到上帝祝福吗？这检采就是咱今仔日所读到这个故事真特别的意义。咱来知影对伯利恒、伯特利到赫兰，伊的直线直接安尼距离大约650公里，大概至少爱坐台湾一年搁较加。哪国离开伯特利了后？有可能当时若要行用行的，对伯特利行到赫兰，可能要超过1个月，才会当到赫兰这个所在。所以，安尼行真长的路去到遐，一定是真狼狽。伊来到一个所在，这个所在有一口井，
然后伫伊的眼前呈现的是一幅残野的景象，就是故乡的，甲因的羊群就聚集伫迄个井边，然后这个井咧，迄个井的口，就互大石头来缀，用一块大石头来缀。是安怎会安尼？因为这个防止人也是精生落入去这个井内底，同时阁会当保护这个井水袂受到污染。上尾，所以有三个理由用井互石头缀。上尾是安怎？上尾就是大家约好势，因为遮拢无啥水，总袂使。遮个精生来将水拢啉了，后群的就无法度啉，所以这是一个约定，爱等到所有的人来，所有的精生来，才会当将迄个石头来刷开。所以雅各来到这个井边，伊就甲遮个故乡的来对话，因就因来指出。拉班的查某囝雷结，所以咱无读到这段创世纪29章第10节到11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雅各看到母舅拉班的查某囝雷结，甲拉班的羊群，就进前将石头刷开，互拉班的羊群啉。雅各真雷结，甲伊请安，搁大声吼。迄个一个月来拢看无亲人所以咱爱知影雅各即时是偌激动，总是雷结一定去互惊着啦针迄个针毋是，迄个是针喙血针喙血，意思就是当时的人若互相见着面，因会用安尼来请安。总是雷结一定互雅各惊着，这伫外口祖宗一个月。然后突然间，一个青云查甫人来甲我相认，一定去互惊着。总是雅各看到雷结，伊用行动来服侍。即时的伊看到亲人真激动，就相认，然后就带去到伊的甲伊的母舅相认。创世纪29章14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拉班甲雅各讲。你真正是我的骨肉至亲，雅各就甲伊带一月日，然后呢，带一月日一个月啦带一个月，然后直到创世纪29章15节，就是咱今仔所读的这段经节直到15节，来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拉班甲雅各讲：咱虽然是亲情，我哪通互你？白白甲我做工，你着甲我讲，我着互你偌济工钱。拉班安尼问雅各，就答咱讲雅各即个月伊是过啥物生活，对无？伊一个月一个月，咱就知影雅各即个月过啥物生活，伊毋是来度假的伊毋是来遮白白大伊是亲像拉班厝内底迄个奴隶，也是长工共款，甲伊伫遐咧做工，总是这是一个免费的工人咯。雅各即个月是安尼过咱无清楚雅各是毋是有将代志的经过，就是伊来到赫兰的经过，拢总甲拉班讲。伊到达拉班讲。其实伊的老爸有来吩咐讲，伊到赫兰其中的一个任务，就是来遮娶某。咱嘛毋知影，总是古早近东的人，因真爱对亲族内底来娶某。雅各搁一个人单身，一个人来，拉班可能有约着，至少有约着雅各来到遮的目的。因为伊的老爸以撒娶某的时阵嘛是安尼，所以创世纪29章16节到17节，咱就读到
这个描述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拉班有2个查某囝，大的叫做利亚，细叫做雷吉。利亚目睭水，雷吉身材好，生做水。咱若读旧的和合本，会读到将利亚描述成做目睭无神呐，没有神情，无神吼。原文其实这字原文有2个可能的理解，第一个就是柔软，迄是正面的吼。啊，第二个解说负面的叫做软弱，所以和合本是根据第二个理解来安尼翻译讲无神。其实照原文来看，伊毋是讲利亚无水哦，伊是讲利亚的目睭真水。总是伊惊水即项啦，听有意思无？伊惊水即项尔啦。换一句话来讲，事实上咱嘛爱知影一项代志，就是伫每一个时代、甲每一个文化内底，对啥物货叫做水，有无共款的看法。现代人认为爱白、爱瘦、爱悬，才叫做水。其实，伫当时，特别是伫各样的即种的文化内底，甲环境中应该完全无共，应该是完全无共的代志。就是像古早台湾人认为的水，甲即摆我相信应该有无啥共款的差别。伫因眼中的水，啥物货叫做水？应该是国家真勇、真粗勇啦，真够做工啦。真粗勇、真够做工的女性，安尼叫做水啦。然后呢，所以伫遮其实咧描述的毋是讲利亚无水哦，利亚只有水目睭啦。啊，总是雷吉，伊是全身躯拢水啦。简单来讲是安尼啦吼，所以是安尼解说。咱读即段圣经吼，爱真特别，啊嘛真趣味吼。啊，相信拉班已经观察雅各一段时间啊，所以其实拉班，你想看咩？规个月呢？雅各是做工规个月伫因兜呢，啊，拢无讲半句话呢，所以拉班其实是开价啦。啊，你要爱偌济啦？歹势，搁互你搁做咧，我就歹势啊吼，搁做阿旧的人。当然歹势，所以伊是开价。创世纪29章18节到20节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雅各爱雷吉，就讲：我愿意为着你的细汉查某囝雷吉做工7年。拉班讲：甲伊嫁互你，比嫁互别人较好。你甲我大。雅各就为着雷吉，甲拉班做工7年。因为深深爱伊，7年搁若亲像几日啊？嘿，几日啊？嘿。经文当然讲雅各真爱雷吉，就主动提出，啊无我用做工来换这个婚约，安尼好无？用做工来换婚约。照古近东的习惯，伊需要互女方聘金，听有意思无？其实古近东甲台湾真类似啦。照因的习惯，其实是爱聘金，这是婚约内底真要紧的条件。然后根据上时代有一个民族女师伊的文献记载，当时男方一般互女方的聘金通常是30到40舍克勒银。然后呢，当时一个雇样的一冬做工大概是10舍克勒，听有意思吼？10舍克勒一冬做一冬的钱吼，差不多10舍克勒。所以虽然雅各这时无钱，总是伊答应要互
伊的母牛腊班的聘金，其实是悬过当时的水准，因为伊答应伊几档，7档哦，7档是70舍克勒，一档就差不多10舍克勒的银啦吼，银吼，所以然后伊讲7，佫有一个特别的意思，对犹太人还是以色列人来讲，7是代表完全。这拢完全表达伊想要带累结的诚意，所以爱情的开得真伟大。7年，这个目一年就过啊，对吧？咱安尼7年，安尼读了，目一年就过啊。创世记29章21节到2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雅各对拉班讲：7年满啦，请你将我的某给我通甲伊结婚。拉班办到请迄所在的人。好，到第7年了满，雅各就要求拉班爱实现因的约定。所以古早其实甲台湾传统，特别是古近东，其实甲台湾的传统真类似。迄个其实因的婚约决定权，其实拢无伫新郎甲新娘身躯顶头，通常爱双方的家长来决定话，甚至伫真细汉的时阵，因着双方家庭着讲好势。总是伫遮，咱读到的是，其实拉班算雅各的母舅，对吧？所以因叫做亲上加亲。拉班嘛会当做雅各的是大人、家长啦。简单来讲是安尼，所以一人决定就好啊吼。那双方伊一人决定就好。所以当时并无今仔日所谓的婚礼，只有请人客办到啦，只有请人家。所以就亲像拉班即时所备办的。创世记29章23节到24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到日暗，拉班将伊的查某囝利亚送来予雅各，伊就甲利亚同房。拉班将伊的女婢识拍，予伊的查某囝利亚做女婢。咱来知影，伫当时中东的婚道的内底，新娘爱迄个看房啊，看房啊，听有意思吼？迄个罩面、把纱，看房啊，所以有可能雅各伫迄个办到迄个请人客的过程啉烧酒醉啦吼，啉酒醉，也是伫真暗的时阵看袂清楚，所以伊就互拉班骗去。总是细节是啥物款，其实咱读无。细节到底利亚甲雷结因两个人拢知吗？因当甘愿做伙甲伊的老爸做伙演这出戏吗？也是因互拉班所逼的呢？咱毋知影吼，细节咱毋知。创世记29章25节，咱来读这个雅各的反应吼，来，做伙来读来。到天光，雅各一个看到是利亚，就甲拉班讲：你哪会安尼对待我？我甲你做工，兼为是毋是为着累结？你是安怎欺骗我？咱即句话读的时阵吼，爱更较受气哦，真受气咧读啊吼。因为这真明显有情绪啦。咱来知影雅各嘛捌趁伊的老爸以撒目睭无明的时阵，骗伊老爸的祝福。所以真正是安尼哦，雅各先骗伊的老爸啊。所以这个时阵，老板嘛趁雅各目睭看袂清楚的时阵，就骗伊带利亚。创世记29章26节到27节，刷落去，咱读到拉班的回应，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拉班讲：也未过大的，先过细，伫阮遮无这个咧。你甲利亚7日的喜事了后，阮就将累结嫁互你。毋过你着搁甲我做工7年。真正迄7年算利亚的呢，
后壁7年还算累积的呢，拢7年呢，听有意思吼？已经付超过迄个应该付的聘金啊吼，搁落去，搁7年呢。然后老板的话用西笔来文直接翻译，会当翻译做伫阮这个所在未将税放伫大的进前，吼。所以无论这个话是真是假，毋管这个大税的原则是风俗还是借口，老板就真正骗雅各啊！上时也占雅各一个真大的便宜啊！总是也是对这个无顾大税原则的雅各一个讽刺，对无？啊，伊明明是细汉的，对无？啊，伊嘛爱骗着大汉的这个位置啊，所以嘛对雅各来讲是一个讽刺。所以咱通讲老板甲雅各这两人。伫骗术顶头，会当讲是对手，因真正是对手。连马丁路德咧讲到这段圣经的时阵，伊嘛评论讲，这种真明显违反道德的故事，既然会当互人放伫圣经内底，伊实在无法度相信。总是不管安怎，上帝应允。嘛，伫迄个欺骗术，甲互人歹看的所在，继续咧运行。美国的法律学者提醒咱，实际上伫雅各的时代内底，并无现代法律的规范，所以雅各的老爸以撒，伊的阿公亚伯拉罕。因拢捌伫因性命危急的时阵，白出讲家己的某是小妹，所以伊讲啊，这只不过是家庭的传统而已。所以这个家庭吼，只不过是家庭的传统而已啊。雅各这时只不过印证一项代志，就是骗人的到尾嘛会互人骗。就安尼尔，骗人的，所以我毋才讲骗中骗就是安尼吼。骗人的到尾嘛会互骗，伊一摆两摆骗人，骗伊的老爸，骗伊的兄哥，到尾嘛害着家己尔。雅各是安尼，事实上后来拉班嘛是安尼。创世纪29章28、19、29是安尼讲。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雅各就照安尼做，伊甲利亚做伙7日了后，拉班就将伊的查某囝雷结，互雅各做某。拉班将伊的女婢撇拉，互雷结做女婢。咱来知影，就雅各的立场来讲，这项代志伊无想要吞嘛，爱吞啦。无想要吞嘛爱吞，袂当无同意。有人认为拉班一开始就存心不良，检采伊知影雅各进前的欺骗的行为，所以当拉班第一遍看到雅各的时阵，就对伊讲：“你真正是我骨肉至亲。”有神学家讽刺讲，这就是骗子中间的三人啦。两个人拢相骗嘛吼。所以骗子中间安尼三人啊，雅各用欺骗改变兄弟中间大小的辈分，即时伊受骗，先带雷结的阿姐，互即个大小的顺序阁转来啊。伊利用老爸看袂清楚来骗伊家己，伫黑暗的时阵。看无的时阵嘛，互人骗。所以伫犹太人传统的弥达斯内底，其中有一篇就将雅各迄个报应受到报应，就推到上极端。伫这个弥达斯内底是安尼讲，伫新婚了后的早起时，
雅各一个醒来，就看见家己身躯边线倒的是利亚，伊就骂伊：你这个骗子的查某囝，是安怎？我叫雷吉的名时，你咧应我咧？利亚因伊讲啊，有师傅就有徒弟啊，我就是对你遐学来的。你的老爸叫你以色的时，你敢毋是安尼应伊讲我伫遮吗？所以当你叫我雷吉，我就真自然甲你应啊。创世纪29章30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做伙来读来。雅各嘛甲雷吉同房，伊较疼雷吉，就搁甲拉班做工7年。咱来知影欺骗甲自私的爱偏爱，这个经济亲像就伫这个家庭内底来种落去。所以了后，咱再看落去，刷落创世纪这个故事。是延伸成做一个互相伤害、互相杀戮、互相疼你的黑暗，迄个用现代的语言叫做暗黑、黑暗的故事。其中人虽然会伫中间得到名位或是产业，总是就拢亲像保罗所形容的，因自称聪明，其实愚戆。真聪明的人会当得到产业，会当得到名分，总是其他的咧。那安尼因得到的，担好，因咧问这样代志。实际上，上帝的意念超过人的意念。无互人爱的利亚，却生4个囡仔。路边原文的意思叫做看一个囝，我看我生一个囝，西面就是听见，利未结连就是亲军，犹大叫做俄勒。这咧反映利亚咧生囝的时阵，伊迄个无平静的心。总是利亚生囝煞引起雷吉的怨妒，就亲像雅各受气对雷吉安尼讲。创世纪30章第2节，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互你未生的是上帝，我兼会当代替上帝。雅各讲出实情，总是嘛无法度，互伊家族厝内底这个女性。生生囝的战争得到一点仔平静，直到后来，伊的囝号名叫做啥？但，伸冤的意思吼。拿弗他利叫做三井的意思，迦得叫做万幸啊，阿瑟叫做有福气，以撒加叫做得到工价，西布伦叫做东徛起。当大，所以咱会当对这个家族内底所有的这个囡仔的号名来读到这个家庭的无平静。利亚后来生6个囝，上时生了这个家庭唯一的查某囝蒂娜。这个时阵，上主才眷顾雷吉，予伊生约瑟。创世纪30章23节，尾段到第4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伊就怀孕生囝，讲上帝拄起我的见笑，就甲伊号名叫做约瑟，讲愿上主搁加添我一个囝。所以约瑟原文的意思，就亲像台湾传统的男性的名叫做添丁的，也是女性就叫做招娣啊。约瑟就是这种名啦，听有意思无？约瑟就是添丁啊，也是招娣啊，这个名啦。假使咱将
雅各的记事看做是上帝咧警告世间人的断记，咧对咱讲，你当骗会付出代价哦。总是咱嘛爱问刷落一个问题，雅各后来嘛得到上帝真丰富的赏赐啊，是安怎上帝咧竞选的是这个欺骗的人？上帝竞选这个欺骗的人，互伊成做上帝百姓的先祖呢？是安怎上帝要安尼做？咱爱知影一项代志，当时是一个无法律规范的时代，所以欺骗就成做一种人际关系内底有价值的特质。伫投诉无门、无法则财法的前提下面，为着要避免受害，以及得到成功，人会当用的，毋是目的，就是欺骗，两项尔。所以雅各甲伊的兄哥有可能行该阮甲阿伯同款的路，就是兄弟中间互相相杀，直到无度挽回的悲剧。总是伫体型甲气力差真侪的斗争内底，骗术有可能更较好用，因为咱若用气力或是体材来讲，雅各无法度甲伊的兄哥以扫来比拼，因两个13演无法度啦，雅各绝对演袂赢，所以伊需要使用欺骗来赢。所以后来这嘛亲像真做犹太人的特色，就是透过这种买价卖悬来弥补先天气力或是文化的不足。所以不管犹太人到世界各地咧做生意的时阵，拢得到真大的成功。雅各宁可选择用欺骗来做伊的武器，毋愿意动刀动枪，就是选择伊会赢的战场。听有意思吼？伊选择伊会赢的战场。所以伫迄个时代，有啥物款的条件比这更较适合真做领袖咧？所以不管虽然雅各出头真多，真熬人欺骗。总是伊嘛互人骗，总是伊面对上帝却无安尼做，伊甲上帝来应嘴应答，伊甲上帝讲：你若互我安尼，我嘛互你安尼。表示啥物货？表示伊总是伊到尾拢是诚实对上帝。检采这就是上帝看见也选择雅各的原因。伫经文内底，佫提起两位女性，瑞吉甲利亚，一个互人气杀，无互人选择啦。简单来讲是安尼，一个无互人选择，一个互人爱，却无法度生。所以伫故事内底，咱嘛发现这样代志，用人的方法，只会当解决部分的问题，就亲像因用代理孕母。就是因袂生对无？就我女婢，无我的女婢生嘛吼，当做我的。所以用代理孕母，就是用现代医学技术来得到这个性命。总是咱爱知性命若无改变，这个家庭嘛充满三煎甲苦毒、怨毒甲苦毒，无得到真正的解放，咱真正需要的是上帝稳定。总是咱常时伫这个记事内底，也常时发现一项代志：上帝拢是在看顾伊的囝儿的痛苦，就亲像马丁路德对这段记事
有一个问，有一个伊的总结是一句问句，伫马丁路德的讲道内底，咱读到伊安尼问，伊伫讲道的内底，伊安尼问讲：除了看见家中遐个卑微的，上帝减无其他的任务吗？换一句话来讲，伫这个故事内底，上帝亲像温床，假使无看到，咱也无读到上帝伫这个故事内底出现，总是就亲像马丁路德伊的看见，伊拄拄咧无闲听见即群女性半暝的啼哭。伫后来历史顶头，玛利亚安尼吟唱。路加福音第1章47到49节，咱做伙来读这段经节，来做伙来读来。我的神，因为上帝，我的救主来欢喜，因为主有看顾伊卑微的女婢。对他以后，万世代的人拢会讲我有福气，因为全能的上帝为着我做伟大的代志，伊的名是圣。孙宝玲牧师捌伫伊的著作内底讲起，伊伫90年代的初期，1990年的初期，伫香港浸信会的神学院来教册，因为台湾就是香港的浸信会系统反对为女性服务，所以有一遍伊伫课堂顶头讨论着教牧的服侍，对妇女的传教者讲道。讲到要按立女牧师，伫伊的班上，就有赞成、有反对的声音，有无共款的立场。互伊上着惊的是上反对按立女牧师的，既然是一位女同学。伊认为女性伫教会内底袂当，嘛无应该宣讲，搁较无相信女性有领导的才能。所以，亲爱的兄弟姊妹，当咱一个认为无可能、无应该的时阵，有时阵迄个黑暗甲骗局，就哪会伫咱的生命内底来占便宜？所以，当咱愿意对上帝、对相信甲顺服。这就是一条对无可能通往可能的路径。但愿咱做伙行上这条路径，做伙来祈祷。主，你知，阮时常想要靠阮家己的气力，因为安尼，阮会倚靠用欺骗的方式。阮会倚靠阮的气力，阮会倚靠阮的财势，阮会倚靠阮的名声，阮会倚靠阮所伫地的位置。主求你怜悯阮，怜悯阮的软者，阮透过倚靠这的来伫这个世间求生存。总是主帮助阮，互阮知影。你拢知影，你拢听见，你知影阮半暝啼哭的声音，你知影阮的委屈甲软者。求上帝帮助阮，互阮会当用正常的眼光来看待阮家己，以及你所为阮备办刷落来的路径。求上帝引带祝福带领，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圣名来求，阿门。阿门。求主将你的话刻掉伫我心。请咱做伙来吟圣诗520首，至诚的天父，由你压落听，请起立。至诚的天
人亲像你，求你来带我，为今生生活。我伫你面前献出好礼物，好愿为我心地主的脚步，真心听话路，主心看耶稣。我较实在，你是上温暖，我虽梦软弱，你的归难大，地主干苦事，为愿到实情，多这三条，互我无帮你。请坐，这是来奉献，请齐方啊执事甲博员执事。请咱起立。咱做伙来压头来做奉献的祈祷，感谢阿爸爸上帝，互阮白白恩典，恩上加恩。意思互阮的总是比阮想的搁较多，搁较好。阮迄像淡薄金钱，感谢天父欢喜接纳，祈祷拢是奉靠主耶稣的圣名求，阿门。报告，咱先来念今仔日的金句。我的神，因为上帝，我的救主来欢喜，因为主有看顾伊卑微的女婢，对答以后，万世代人拢会讲我有福气，因为全能的上帝为着我做伟大的代志。请咱做伙来念两摆，请。我的神，因为上帝，我的救主来欢喜，
因为主有看过伊卑微的女婢，对伊打以后，万世代人拢会讲我有福气，因为全能的上帝为着我做伟大代志。路加福音1章47节到49节。我的神，因为上帝，我的救主来欢喜，因为主有看过伊卑微的女婢，对打以后，万世代人拢会讲我有福气，因为全能的上帝为着我做伟大代志。路加福音1章47节到49节。咱报告的即个头前，就是咱的报告第一页吼，就是即个服侍当工，请咱来注意恁下礼拜的事奉。咱就间的聚会员，请兄弟咱家己来看，有侪小组的聚会，奉献的部分，若有需要有问题，拢会使往咱的办公室来经接。本主日伫中昼12点，要伫7:01要召开财务部的会议，请部员来出席参加。下主日7月份，就是新的月份的1月的中日，长老是于志平长老，执事是互相指示甲齐方互相是台语场，齐方指示是华语场。关怀部的部会伫下礼拜12点半伫7:20要召开，请部员出席参加。第三，要发2025年的即个中职预算票，请在职的会员到下礼拜要分，所以请咱注意爱去领取吼。咱伫8月4号的中昼12点，爱将选票来投伫即个4楼的投票箱。教会消息：7月份的祈祷会为儿童祈祷会，就是下礼拜六7月6日的暗时7点，伫6楼的副堂来举行。第二，咱7甲9月的新眼光信心的即个跳跃。欢迎咱去办公室来领吼，家己来领取。教界的消息就是2024年的桃园平安企业节音乐会，伫8月24日，就是拜六的3点到5点吼。伊即个地点是伫咱的中正路的展演中心。咱若要兄弟若要摕即个音乐票的，爱甲咱的办公室吼来登记来领取，到7月初7截止，吼7月初7截止。即个活动内容伫咱的电梯内底拢看得到，会使看迄个海报，吼。来，我来补充报告几项代志吼。头一项我来介绍，今仔日第一遍来到咱中间的人客，介绍是即个美惠姐的厝边吼，赵美兰姐妹，伊伫咱中间吼。赵秀兰姐妹，真歹势哦，请伊徛起来吼，互咱拍拍来欢迎伊。愿上帝恩典，甲你做伙伫地，来请坐吼。其实事实上就是厝边啦吼，嘛是咱的厝边哦。吼，所以美惠这厝边嘛是咱的厝边吼，所以咱爱好好来关心疼惜吼。愿上帝平安，就甲秀兰姐做伙伫地。第二项就是要邀请青年的同工吼，咱几校同工请来头前好无？请来头前哈。需要，喂，你们需要我用这个，华语还是台语？台语，我看用华语好了。我要请，我有甲亚婷营长讲过啊，我讲吼，学几学校的期间，
压力上大啦吼，所以牧师拢互伊差遣的，所以兄弟姊妹，牧师拢爱互伊差遣，所以咱嘛爱互因差遣啦吼。咱知影意思啦吼，知影意思我要请问一下，我们中间有没有人第一次进来到教会？如果有的举手一下。好，我们拍手欢迎他们啦哈。不好意思啊，让你们刚刚坐很久哈，不好意思。但是也期待你们透过这个礼拜的这所有的过程，真能得着上主的爱，好不好？好也希望你们在跟小朋友在相处的时候，谢谢你们愿意花这个时间来陪伴他们。那也希望你们在这个历程里面，也能够自己也可以得到祝福跟安慰。那如果得不到安慰或祝福的，抱一下营长就可以，不一定啦，不一定可以。但是，咱求上帝特别扶持、赐因、馈难、甲祝福，好不好？那你雅婷要不要帮我们一一介绍他们的名字？虽然我们可能不一定能够一下子记得起来哈，但是你们就用传的好不好？自我介绍一下，好来。大家好，我是这次的营长陈雅婷。我是郭雨洁，我叫黄月诗。我是赖和怡，我叫做吴祥俊，我叫做张晨曦，我叫吴义荣，我叫林爱瑞，我叫肖佩珊，我叫张子玲，我叫李承瑞，我叫黄一慧，我叫林拓，我叫黄木真，我叫赵泽明，我叫冰甜蜜，我叫季雨洁，我叫何明柔。好，咱做伙徛为因来祈祷好无？咱着为着刷来即礼拜因身躯顶头的任务，咱将一群囡仔交托伫因的手，请不要随意摧残他们，好不好？好，但是请好好爱护他们，但是也要好好爱自己。好，咱为因刷来即礼拜的服侍来祈祷，好无？咱开声无开声做伙来祈祷。主，阮感谢你圣事带领，你引带保守，互阮教会有这个福气，来透过即群少年人来伫刷落即礼拜内底祝福你所引带即群囡仔来到你的会堂。主求你帮助夫妻，互因伫遮不管安怎走跳，不管安怎活动，主求你的恩典就祝福临在伫因身躯顶头，求上帝馈力就甲因做伙伫地。当因软弱的时，主求你保守扶持因带，互因软弱的时阵有主通靠。主，阮也求上帝赏赐因教野的疼心耐心，互因咧款待即群囡仔的时，主求你帮助扶持，互因对家来得到馈难。主上帝，我们向你献上感谢，你是恩典的主，你赏赐让我们有一群年轻人愿意为着下一代的孩子付上这一个礼拜的代价。主，当他们在这里付上他们时间的代价、生命的代价的时候，主就求主你使用他们，让他们在这里去经历上主你丰富的恩典。谢谢你把他们带到我们当中，求主与他们这个礼拜每一个时刻同在。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那用帕婆来得下音哈，请坐，请回座，请回座。
上时嘛邀请咱会当为着咱教会，咱拄好教会7月份开始学几学校，以及8月份的营营，我要邀请咱，搁为着因的服侍来奉献加祈祷。所以，请副长咱若真正有关心咱嘛会当奉献，为着学几学校的开销来奉献，祈祷甲关心。愿上帝帮咱夫妻，互咱的教会充满囡仔甲青少年的笑声。请咱来吟圣诗第400首，祝福车恳。愿主仁爱，甲恁同在，请起立。愿主仁爱，甲你同在，无论天下所在。愿主赐我们信心的安宁。感谢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永远的疼痛，圣神的相通，甲阮大家做伙伫地，特别甲线落来即礼拜，伫即个所在学几学校正当工，甲囡仔做伙伫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请坐。我
音乐舞蹈。平安礼，请咱兄弟互相请安。耶稣听你愿。